成成啊！幫照。我要幫助佢咪講我能聽呀。誒，做了頭你啲走路攤啊？我到厝啦。無，我是每你啲美國咩 Yes， 我到美國。我攤啊，我本是啲美國，我啲 Florida 攤啊。哦，我 holiday 美國這 Florida 嗰個sinkholes啊。有蝦米？有蝦米 ？Sinkholes。冇啦，我啲hi 是個，我啲 Fort Lauderdale 嚟，會啦。Hi Patrick。Hi 是個。我尋晚我去食 breakfast， 我未嚟參啊。哦。room 本㗎了麼？哦 ，OK。Patrick, I'm going to send something that Auntie Amy passed to me today. Through mommy for you. OK。好 OK。你到啲Florida conference？冇，我 holiday。哦。我做指標，我冇呢款係好料嘅 conference 去啦，諗冇呢好嘢嘅啦。你個會點嚟啊？嗰時啲 Florida 個啊？我冇到一禮拜咩？嚇？我啲邊個一禮拜都俾我條股，我想講你看你我看你啲正教，我想講你對教了。我你個啲邊個會點嚟？我 holiday 兩禮拜，所以我冇到一半呢。哦。我本未話上股本啊，我一晚阿股諗未去食點心了咯。Where are you on holiday? Fort Lauderdale. Oh, nice. The conference, the company pay 嗎？唔是 conference 啦，是 vacation 嚟啦。有我嘅咧。冇你 study 係咪 ？Why you choose Fort Lauderdale？我想過有係咪？我大概你嚟 Fort Lauderdale 啦，我20年前我特擺 holiday 嚟 Fort Lauderdale 啦，我會整一隻朋友就平啦。surfing 啦係咪？ Cool。surfing 本我會整一隻朋友咯。Very nice。沒錯啊。係咯，但你有冇記住？Walang patut. Just one in America, all the Penang Hokkien go and meet. 你估講呀？你嗌英國將佢除，你就冇去除伊，你搭擺你講俾除，你就冇去除。依家條嚟正一下我嘛，我就冇去英國一回嘛。嚇？我你講嘅咩？我唔捌去 Kansas 咯，我唔捌去 Kansas， 我唔捌去 Midwest 做一個。我有知道我 transit 去 Chicago。Through Expedia maybe you cheap tickets. If you like Kansas 除咗我嚟除咯。所以大入頭路話 Kansas 啦，路話 Kansas 還是路線？特別我會搬了。哦，你會搬了？我第三年，so 會搬去到路我唔知個。你路話你白鏡就邊？冇，這是我 reading 嘅白鏡。我冇特擺情嘅。Enda 你到冇上北京嘅，你到 Florida 係咪？我啲 Fort Lauderdale 睇下，即係我係朋友嘅。誒，我學你看 view 啊，真係水啊！喲，安尼我俾佢除咗啊 ！Free hotel 度。唔知你會看到未上貴啊？你看。看到真係好天啊！隔了看到隔了，了後邊有海了後邊，我真係話要海點。OK， 我嚟除咗，我夠你困。我就啊，特你咪來 surfing。OK，咱start 一下hantu mia story 啊。hantu mia story，是咯，喺你mia我條股加搞清，加嚟清楚，係咪唔驚 MIA 是係咪貴咯？你話喂，Nis 搞咗貴節咯，搞我 WhatsApp 嚟是 mia， 後尾我，你個特別得閒，誒，你兩講嘅 mia 是係咪貴？哎呀，咪估我冇估一個數啦，喂，使幾部錢呗？使。OK， 來，你是來賭我人嘅，我唔是講幾個數，又講冇可能嘅，冇可能嘅。各位聽眾，
欢迎咱来到槟榔福建新的鬼故事。这个礼拜，我听了在你的那边，来跟我讲伊人的见教。我要问我特别嘉宾，看伊人，我靠佢係咪鬼咁？我問我特別嘉賓就是老趙，教講鬼故事只家嘅親子歡迎。Hello，大家好，我無教講故事嘅啦，南西較早。有個英國中歡迎。Hello，大家好。個南西。嗱，唔有姐姐啊？唔係啊。南西我教你講，你買南珠江啊 ，after the 頂擺路噶毛毛古江啊，攞 video 啊看，係咪ที่ไว้處了，你買教我講下點先，但幾點了就？你特愛梅嗬，有隻做緊一發是唔是？伊講叫我講嘅嘛，你個名啊，叫我咪亂講喎，知啦。嗱，見到有人講伊嘅講話嚟啊，然後個有阿涵歡迎阿涵。Han然後個有rumah panjang。Hello. Rumah panjang masih pernah siap, boy. Boy pernah siap. Jepun kia, waktu itu ada Jepun kia, siapa yang minta di pasar deh, boy. 我嚟寄寶呢。然後個我Peggy歡迎。Hello. 我Peggy 錄鬼嘅故事喎，我冇鬼。Last time 我講了冇 new ones 啊。我知呢啊，呀 Only got walking devils 冇new story 啊。你而家直播啊，看有無啦嘛，有吹 story 進來啦。啊，就是咯。我冇驚。我當時我看到鬼時，特別我驚，就當時做緊只話嘅時啊，即係感覺實在冇咩好事嘅時候，我特別去看時，我就想到講，但是我看到我呢個已經入邊咧學嘅人故事會講。我有談時本時是網卡經我看到嗰時係咪哦咧有淡薄 story share。我就是咯，特你發達佢。啊，特別有談時有一無。แล้วก็สินเจ้าเจ้าเชง歡迎 Hello แล้วก็เจ้าเชง嘅字太嚴等陣住人只亂一定是大粒頭試試啲個試試索索我啲說明嘅嚇能搬出 please แล้วก็太嚴歡迎Hello，大家好。你知唔知人家海飲嚟辟寫啊？是日本人嗬，日本人嗬。海飲嘅有隻。嚟海飲嚟，回到鬼故事嚟講。你平時有聽鬼故事未啊？有啊。哇，你聽鬼故事嚟講鬼嘅經驗啊？嚇，我暑假聽特別驚。個愛聽個驚啦，乜咧？個驚。嚇，個驚。แล้วเลือด我冇看，我咪看，我咪。เลือดขอแล้วก็ท่านไหน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นก้องมา我咪。ลูกก็คิดว่ามี經驗過，是不聽過，มี鬼故事嘅嘅。經驗是冇，我冇咪聽過啊。唔是聽過啦，是我古邦，我講我大啲阿你大曼國列咩嘛？一下邊嘛是有吉林啊安公嘅嘛，大部分嘛，一前日是吉林啊嘅嘛。所以大部分咪是讓吉林啊有本前日一排嘅嘛，讓嚟跳舞嘅嘛，讓大部分是嘛嚟跳舞啊，前日一無相一間一個一團安尼嘛。你有冇前日一是gang嘅人咯？所以打啦，可能嚇。嚇，對，有。舊
有一暝時吼，伊樣毋知大下邊佇遐哩 ，OK， 但曼嗰哩遐邊中有一個 playground 誒嘛。咧伊樣甲了正甲走來遐邊位啊，伊啊咧徛了講話啥物，毋知伊哪班誒吼，哪間誒人吼，講袂好勢咯。因伊樣紅音甲了人夾 weapon 夾別人刀啊，大下邊伊斬咗喲。喲，嚇，了所暫時一腳佇遐哩playground 位咗。喲，你平華後尾遐邊講一間菜店啊，遐邊有隻。哈，對，遐邊有隻 playground 真啊濟囡仔真暑假去遐邊伊嘛。到啲大路迄個角力不，大路是角力 bro 啊，大路遐邊平華大路彎入去下時，伊就只看到伊 playground 啊是哦。哈，是對遐邊有。了嘛暫時一個人大邊有，了所吼人就講吼。暗暝時吼，有人看到啊，因暗暝時靜靜無人誒嘛，你看到有一個大波型誒人徛佇遐邊喲。是哦，遐邊誒真個日本誒。一無就是吼，伊遐邊有幾哪哩青樹嘛，幾哪哩嘛，所以暗暝時伊風一下吹來時候，伊就直直等伊遐哩聲咯，咦，遐尼嚇。哇！你個料，呢條站嘅時是阿個幾年整嘅，告訴我啊。一年哦，我老啊嘛，應該一年哦。你老啊？你嚟教人一個人都老嘅。你幾年？只一年整啊。你教我病會啊？差唔多。冇啦，介紹人。你個講我老啦，我叫我即係到即個青子㗎。我講冇嘛，我迄陣時是細漢嘅嘛，你當見我加大漢嘅嘛。大漢啊，唔是老。加大漢。แล้วอาจจะเล่นนี่จะเจ้าเชิงแล้วรู้ใจเจก็สูน่ะฮะ講數學嘅我唔知。嚇你唔知啊？เจ้าเชิงกับว่า差價幾年嘛？哦，清差價幾年？哦，幾歲10歲？等陣，個 lift road 喺你巴當就是 opposite 平華嘅 right？唔係 opposite 啦，平華後背。平華 is on Gottlieb Road itself。呢啲到 Gottlieb Road 按住經成日唔知咩 furniture 定係咩邊？佢哋按接起南邊都對看到啊！依佢哋依時就一個 call 一個 loop 呢嘛，你佢哋不好。對。I see。我在下邊，因為我有自己人到下邊了，我平華，他平華時我有就是去下邊行打馬斯克拉時去邊佚佗咯。真係囡仔suka去佗嘅。頂到是有orang minyak嘛邊？嚇對，我厝嘛是有接過。哦，啊！我人就是捌聽過，我到底迄個我扒起來掠伊掠袂掉啫哦。哦。一規間厝甲了著伊個骹隻手隻甲了。orang minyak 就唔是鬼來。orang minyak 是賊嚟。是鬼來 ，orang minyak 是人來。是賊嚟。賊伊播伊油啲身軀，所以伊播伊油啲身軀，因為伊較用錢去那邊嘅糖啊啦，錢去那邊啦。梅啦，半開嘅梅啦。可能入面掉伊咧，骨嘅事。可能入面掉伊咯，因為真係骨。orang minyak 聽到時，我人講，唔知你上少年咯，聽到平華平冇時咯，會記你handtu kum。嚇？唔知喎。handtu kum 裝八仔哦。咩是handtu kum？handtu kum 啊，人講handtu kum 係是伊隻查某爆頭誒。然後攰嚟哦，我冇咩記啊，定打了你記攞嚟記一個迄個 snack 叫做金嘅。金，你就唔敢食你係咯。金呀嚇，食金。我金咩做啊？Because 係hantu sang spelling 金。你未記啊啦？即係往老人嘅，佢哋40幾歲人。而家寫呢名，嗰隻hantu stocking 咯，會記哦。講話咯，hantu stocking 係情 stocking 下。stocking 唔知啊，工程。hantu 金啊，記啦，hantu 金。
是我記，伊想講是番啊爆頭嘅番啊嚟我記。特別講嗰邊真係濟，可能故事嘅。你知唔知？我講聽啊，我捌講過啊。即我有一個我嘅做些朋友嘅厝，就是大學邊咯，就是到咧講啲反正那邊，伊是我係咧幫嘅邊嘅啦。伊 actually 有看即其實就是伊幫曉接來厝誒，真正我你春秋即個 almost 當對伊幫。然後伊把你先幫下邊時，伊厝點掉角妹啊咩？後背妹啊，講，頭前啊，講咧，邊啊，伊 from 伊邊啊，伊講伊玻璃，講咧啊，然後後頭叫佢哋priest 佢哋先父來 bless 伊厝啊時候，較正氣特別冇，我 still 有聽到過，這樣講 exist 嚇。甲濟咧大啲咧我幫嘅厝後尾啊，有幫嘅，甲濟人講半暝有人來講門嘅時候，袂使開門，袂使應嘅對哦。會常常有遐物件誒。少，夠記哩哦。是哦，我姨樣大誒厝門是後尾有幫，伊講嘛是常常有人來講門。有時咧，就講咧。但是哎呦，知啊。我啲時候可能是講你看，大家來講，because 我甲伊只識嘅，所以伊厝還是個囡仔，伊細漢，伊三囝無個細漢個是，伊樣咪是只驚咯。然後但係伊半暝還講，一講時只講一只差亂咯，就後尾講甲去頭前去咧，夾去頭前咁講。我是想講你記住很啦，你是驚啦，半暝醒來咧嚇，即伊是 consistent 嘅點嘅嚇呢。然後我有得 ，because 伊是我嘅 catechism 嘅先生嚟啊，我諗讀你學校冊嘅啊，伊是我嘅先生嚟嘛，所以我就去伊厝讀冊，我當時去伊厝啊。然後伊就我就驚去，佢真係驚，我特別佢去。特別講唔要驚，我叫你師傅來 bless 佢啊！特別嘛是驚，嘛是有個唔是？有啦，特別冇講，伊講我呢叫人來 bless 啊，叫師傅來 bless 啊，特別伊教我媽講，然後媽講 bless 佢有冇有過？你講佢冇得想呢？你講，有別人幾個少呢？Gottlieb Garden，阿涵。OK， 我嘅媽是 chemistry teacher 咯，嗬。So， 伊學堂有一擺愛做迄款chemical 卡，你係唔知蝦米 chemical， 伊就會使家己走咯。哈。然後有伊就翕 video 咯，伊就錄起來，然後suddenly 嚇有一個白色嘅物件嚇。對，迄頂車爆炸。喲，maybe 是煙嚟嚇 chemical reaction 嘅煙對了呀。伊車家己有家己 reaction， 咧後尾啊有一個 white colour 嘅波啊。然後白色嘅球啊對了，伊安尼款可以車爆炸。當先阿涵。呢車是囡仔啥佚佗嘅袋，還是人會接住車？冇胎卡嚟。是頂嘅啦，你是用呢樣真 chemical reaction 咧做伊 propel 伊車行嚟好。แล้ว你วิดีโอรูป看過喲？白。你看到伊係是有蝦米形啊？是呢，成個煙嘅可能白白。上個煙嘅款咯，上個月亮嘅款，一個盤啊啲款咯，伊是 orb 嚟嚇，咦哦 ，maybe 是灰嚟啦。唔知。我冇咩相信咧 orb 嚟咋，你翕掉。嚇，我冇咩看，我冇咩看係燙嗰啲 orb 嘅物件 ，because sometimes dance 啊，係咪啊？有時鬼都未翕掉伊嘅嘛。你攞成成個你陪嚼嚼嘅咯，佢係叫陪嚼嚼，我哋陪嚼嚼未了。
我特別想到我就是想到迄個皮條條，你講幾個是皮條條，你幾個是真肯定嘅，到底我頭腦嘅。OK， 我會記是皮條條咯，然後我會記迄個你嘅小走走車死去了，伊會加誒，然後特別個對人食啉咖啡係咪物件，一間我會記，然後個有一個就是你 office 嘅查甫嘅行去，我都看到嘅，我肯定嘅，我點？你後兜你來叫你來我厝。使，我冇驚，我就買去個 review 我厝我都冇看到。安尼一個 episode 幾個數哦？但一個 episode 垃圾第一次安尼10年內邊。幾個數嘅？唔定買嗰個馬路。你是要每百？幾拿出啦？你垃圾是第一次極啊喂。哇！落音落吉啲。回路本。特別我是青子講嘅話就叫擼嘅青子啦，攞人。擼嘅咧，有一道我就驚，就是我甲你講嘅咧，我講我嘅經驗，你講看到咧暴利，唔是就行啊，係你我就驚咯，你對我嘅記係嘛？了，自己咯，了 ，because OK， 老實講啦，咱嘅這年啊，嗬，朋友。他先講嘅是，或者這人嚟講，我是被留咗講個數，我唔是講被 verify 嘅個數是正嘅，我唔是人哋看嘛。特別我留咗被聽幾個數嘛，所以我講我咪是講路浪講咪聽看咯，因為我都無成個講去介紹呢字啦，你講我咪是聽咯。有時我紅險殺掉講到，你往時你講嘅物件，頭你講嘅時候，你講到你看到物件，我咪是半聽半相信半成個哎呀。唔知係講嚟啊！你咪就係講到個件事，學講個件啊，啫嘛。你講嘢看到你物件，時我咪是講 OK 啦，我冇講嗰成日未 verify 你 story 嘅上面啦，我時候都講，特別我講到個件事啊，我個 feel 到冇幾長。feel 到啲啊！南沙梅大粒頭梅南西。南沙梅話。你嘅 remote viewing 嘅 ability 啊，有 range limitation 冇？我冇明白。因為你會小會唄，那是小會你袂看到啦，南西。哦，小會啊？depend 咯 ，depend 看你。阿 John 當今嗰隻美國你看到冇？depend 看伊個人。拜下咩？伊定拜下咩？有一個到John 啲講啲伊曾經嘅意思，然後喺你地頭先嘅到我會記南西講出物件，即個阿 John 講個成個事啊！depend 我看迄個每個人吼，伊個腦伊個mind吼有無開咯？伊個mind是開個了啦吼，伊安尼用互我直接去看伊個。伊個腦內邊，意思講伊想物件啦，伊看物件個了啦，然後我就咯 ，depend。所大粒條沿路是無 limitation 啦，伊無 limitation 啦，大粒條。無 limitation，特別 depend 迄個人嘅。所以你係叫正班加工梅路，我說伊係你自己啦。伊厝。你見啦，我講安怎你查某見啦，情伊高呢？我大粒頭，伊 limitation 唔是 physical distance，it's 成個你揾到你頭腦。你係 mental limitation，看你係腦有雜意無？telepathic 啦，我 feel 到伊個唔是講愛調啲自己看你 ，sometimes 伊就 naturally reaction 啊，伊是安怎講呢？嚇，แล้ว係是伊無想講調啲去。看啥物伊是 normal reaction 咋？想講哦，你唔是啥物咩？伊實在成個講話那款 reaction 咧，特別伊看到我 imagine 到啲我頭啦。我是講我腦內邊看到物件，安尼可能係。我無調啲去看哦，調啲講等我，我看者我唔成個擺菜只嘛梅路伊。apartment 係你查某入來，你看到嗎？菜只媽菜只媽會記哦。會記嗰啲 corridor 嘅嚇。媽啦，係你唔是菜只，是菜只媽咩？當係你是300 belacan。唔是，300 belacan 啊？300 belacan 嚟。我咧別人會記，別人有你會記係咩物件？告訴，肯定。
我就講舊我 connection 哦，前啊下面嘅時候阿龍嘅厝。啊，阿龍嘅買啦。哦，你看到只青嘅嚇？啊，我看到伊只青。哦，我個冇得青。你冇得青。哦，阿龍個你只 frequency 嚇。所以看到物件每類物件你對在看到啦。我係垃圾講伊把路發生下面事啊，我會每誒。哦。伊講我把路聽到聲，我真係驚你講，安尼搞有嗰時，喺你 situation 都衰喎。我就是 feel 到有 some situation 啲邊㗎，所以我識你。我講你把路OK 哦，伊講我聽到聲，我把路安尼講咯。我聽到我全學校好聲啊。你唔是成日講，就看到你 message 嚟就驚。哈是咯。下生啊，見咩阿龍有 show on 啊，冇阿龍度 join 啊？所以呢家啱啦，可能啊10點後冇咯。你等我看這邊個即係你無人殺個對無人殺。無人殺你講幾個數嚟啊？我講你聽啊，我買這些 member 伊個厝在古裡面就，唔是伊個厝貴嘅啫。唔是。我買講嘅時我無相信，這是伊個買未死嘅時講下博士會看到，迄個貴個對啊來加伊個卡。然後伊無驚 ，because 伊是 Christian， 伊講 in Jesus name 嘛，咪 rebuke 伊無去啊啫，特別伊本來不去啫。特別我有去過伊個厝去翕咩，我媽講若無相信，你去伊厝啦。伊就invite我。你幾歲啊？你幾歲都無驚？我聽伊講時我就驚咯，然後我愛去伊個厝暗暝，若是講暗暝過了7點啊，我看咩又在樓骹哦，伊厝樓頂個下面，特別伊個厝是青色嘅就。伊規間厝內面是青，你伊外口是青青，了伊整迄個長真一枝咯。這個是像是伊出來外口，伊像是一個大馬人款呢，了伊炸伊長了一枝。了我嘛講過互我聽了，了伊講你驚，我講嚇啦，我講看咩去長，無得無事，你去樓頂我就死了，了我就唔敢，我咪唔敢。無人殺，你幾歲啊？是？10幾歲？10幾歲 ，OK。你是條地要去經驗嚇，按照你個去。去看講有影有咯啦。咁伊就我嘛講你去嘅時，你有感覺到？我講我無感覺到半項啦，特別伊講嘅時我就驚咯，特別伊個查某囝驚到倒，伊嘛驚到倒，我就對伊人驚咯，因為我驚嘛。了暗暝7點過了，我都看咩食一定要到樓骹煮食嘛，了愛食麵係咪講？看咩食，了唔別使食水，就暗暝，唔使放尿，唔使放到驚咯，得 because 伊個 master room 嘛，有 attach toilet 就一出來佢伊個迄個 center 個 room 嘅 toilet 就，即冇到去樓骹我嗰卡唔去，嗰卡唔敢落嘛，嗰度。過了3、4點度，3、4點還點聲，9就沒了。哦。9沒迄個聲是真係。半夜嚇，了，我講哎呦死咯，聽到迄個聲，冚咩用個枕頭冚咗，哎呦直直，我諗你點樣佢嘛就再幾條佢唔敢開目睭點樣困啊？我扮住都唔敢。即係你個配件。因為你狗啊哮未停嘅啊。哦。伊哮咧也肯定聲啊。半夜啦。無停嘅，了我就問伊隔壁厝邊嘅番仔樣迄邊是，迄個厝人買較少頓人番仔較濟咯。了我就問伊咯，伊鄰啊隔壁是，我講講這邊啊，唔是有迄個迄垃圾嘅，我講狗味咯。我講應該是有啦，我伊遐賣嘅時，我就是聽到聲，特別無敢起來啦，靠咩困咯？嘛早起我甲伊講，我講，我唔敢來你厝喎，你厝嘅狗啊味啊，要基本賠本長。你confirm是狗嘅聲啊？你confirm是狗嘅聲啊，是白鹹聲啊？你confirm是狗嘅聲啊？是只隻味。我也會冇法。係就，你直直喊，肯定聲。The dog baying away at night。人講狗若是半夜呢，可能看到鬼咯。我講條我個
頂到是本上啊，啲我冇講過，我個到啲伊頂到睇 MIA 到啲 IMB 唔是 before 搬去馬來西亞是到啲 IMB，好像 IMB 嗰邊嘅是舊 campus 啊，伊嘅厝，伊唔是到 IMB 嗰邊只 colonial 嘅厝啊 bungalow 樓頂嘅。嚇 bungalow 嚇，所以我個是大樓卡啦，特別伊嘅厝，伊講伊阿妹個，伊樣睇住阿 school 學生睇住是只阿妹。無困咧，做家做伊啊 work 啊，所以人聽到阿妹2點啊，阿妹4點啊，報名就去啊，2點啊4點，伊搞人哋半咧，但上點先咧，都咧是下比如領航咧，但咩先可能，一條半咧聽緊軍事啊，2點啊4點，所以安尼看來伊若是喏，你若是無去查伊無來查你嘅。啊，特別冇嗰邊借咯，我聽有特人到啲邊一借個數。日本那邊日本超市就借人嗰邊，我聽講啊。但係擺嗰時有日本超市就係睇到有嘅。哦。成個中毒咧咯，中毒嘅時候。Coronation Camp 有錢一隻。哦。你講下，應該是。Jubilee Camp。你啊，大立頭講下幾多年嚟聽下。你到你做 scout， 你講 about 你，我俾聽 about 你嘅硬講經嘅故事。硬講經啊？actually 我去馬家教講。哎呀，你俾妹你去馬嚟講，是叫請你去馬，嚟講你去馬故事。你會記你定到你去馬 ？OK， 咱介紹就係你去馬是開硬講。我去馬有硬講經嘅。嚇，都有開我當然。還是retire了？有咯。哦，都有個。然後你講話你去馬故事，你去馬有咩經驗？有成日對會甲人掛鬼啊？你看啲乜嘢？冇啦，用請人講關嘅詞。哦，係啦，我知啦，咪是 true 唔是？冇，我人有。嗰啲我係去馬temple人有祈禱嘅。哦 ，OK。medium。哈。你按照吹 medium 嘅呢？有大咧就是natural， 有大咧就是 train 嘅咯。哦，你 natural 樣知道，你看啊 sign up， 然後知道。我 understand 啊，冇講特人會咯。係啦。但係有大咧就是 train 嘅咯，有大咧，即個物件我冇咩清楚啦。特別我捌看伊人 try out 嘅時，is a very unique experience。哦，講下我俾聽。我唔知安怎 explain 到之類。講啊，用我講。安怎 unique， 樣 try out 係咪 audition 嚇？唔是 audition， 伊人看伊無講。伊特別硬講經咯。祈禱無講特特咧硬講會接嘅。我知。有特咧硬講會接。certain 祈禱有大人講未接 certain 祈禱。到立頭 you don't have to explain, just narrate what you hear。你 explain 你講下對。迄個是我真正細漢嘅。So 我 observation is more accurate 啦。So best not 我 comment on this。你會記咧？我會記啦，特別我 observation 冇咩 accurate。你見你講你會記，你是唔是講你咱唔是 CNN， 咱是 BGHK 呢？experience 唔是咩 accuracy。但 I think 就是我每個你每個。我對，就是我對本來嘅是if John 對 same time 嘅是我傳去啦。喲，買那股啦 ，please， 同佢講。特別 OK， 你成個較濟人來請梅叫紅講嘅物件是梅蝦米物件較濟？有大咧就是 personal 嘅事，有大咧就是看病。光頭喎。是。你係假光頭啊？有大咧就是光頭嘅就是有物件看啦 ，basically。喂，聽 OK 講嘛光頭嘅。光頭嘅有真正是好，我會記一道我真正細漢嘅事。真正細漢嘅事。
有一个 case 公头诶，我 that time 我的爸甲妈妈好我去看 ，because 惊到我冲着。哦。So 特别迄个公头诶，伊人拼 for 3日啊，24 hours 无困啊。哎哟。大波怎么掉？我爸甲我讲伊诶 experience 咯，这样啊，有一道诶是一个人钓公头真正倒落，所以人 I think 3日啊，伊人 overnight until morning overnight until 我的爸甲我妈，伊人去help out 诶时 ，after that 8點對來，伊人換衫咧去做工咧 ，after that 過再去，過再去。So 我的爸 experience 伊甲我講就是有一道誒是人講來啊 immediately 出去大門到你夾咯 ，and then 就走，所以伊人對哦，有搭用車，有搭用摩托bike try to keep up with 迄個人講啦 ，basically 迄個人講就是用落地卡行咯，你知哦，無摩托bike無半行在哦。特別真快。得快過人摩托bike嘅車。誒，成日 run 咧，嗶嗶。迄個 experience 人去有一個 let's call it 一個 park 啦，到底本來嘛講到落啦。去一個 park 有一個上加一個 slope go down 了伊個 river 啊。落江。伊個草江，所以草真啊長嘅。草真啊長嘅了人講落去嗰邊有物件夾起來，所以我的爸甲伊會來 member 上面個咧，人講倒落草呢，伊人行做啊，所以安怎去吹，安尼伊會 slow 安怎，所以人講夾伊個 spear 伊劍啊，伊唔落去，咧伊個 spear 插邊講，我的 spear 到邊落去嗰邊去夾，所以伊人對迄個 spear 落去夾是有一個。I think my father describe 好啊，就是一個 plastic bag 嚟。so 夾 plastic bag 時，要迄個人講一個張起來賣開，了後迄個人甲咱度邊互人聽那邊，了father講那邊真正奇怪嘅聲誒，有聲誒，像個 animalistic 啊。有真係奇怪，真係creepy 嘅聲誒。到啲 plastic bag 裏面。喺 plastic bag 裏面。So that time 時I think 2點或3點才去啊。所以人走去到對去 temple， 也人講做啊，一夾去大路。然後我father講就是一掂迄 plastic bag 去夾，伊都拍伊嘅迄個 plastic bag 破咧時，那邊隔了就是。伊混鬼个啦！有物件个了，伊上个有物件到底那边啊，了真正臭个，臭个，rotting corpse 真正臭。所以 actually 那边有物件咯，迄個公頭伊人做物件咧係 plastic 喺那邊。你話記啦？你真彩人見你去食掉去立掉是衰哦。有大咧就是那些大波查某啦，然後大波暑假查某啦，然後查某未趁啦，然後大波去做工頭 and all this rubbish 啦。然後我會去即個3日嘅 another recollection， 我爸甲我講嘅就是即個人做工頭，然後人講解了伊用。一個草啊，長長嘅 ，I don't know what 草is that。所以擠落去一喙，要揪出來嘅時，伊個草甲咧條上加有湯啥，有刺啊，有湯些。所以伊個草 naturally 無刺嘅，但係佢揪出來是有刺。誒，伊人做真啊真，了有搭咧 member 是人會看到呢，所以迄個。佢物件來時，伊就講來啊，咪咯。Then another recollection memory 就是有但唔是講甲了人做物件，無講甲了迄個let's say 雲啊、鬼啦、whatever 啦，講頭嘅啦。即個就是。
无讲甲了就是歹诶，毋是 evil 诶，有大咧就是伊人 spirits 就 accidentally 掉掉，然后伊人爱偷物件，啥偷物件食啦，爱啥啦，and all these things。So 我起码伊 suka younger days 是伊 suka interrogate 咧人掉物件了，伊人 behavior 真係 strange。伊人目睭看涂骹诶，无看路诶。然后伊人行路诶时，人真是掉物件啦。Based on 我 understand from my case 嘛，伊人行路诶时，都是用 tiptoe 诶。无像个人行路诶时，咱 entire foot on the ground 落涂骹 as you go right。伊人行路诶就是噗，伊头前真夾掉，真夾掉。然後伊人我上個有 steps 嘅 elevated round 啊，伊人跳。伊人無上個人 normal 嘅人 just raise 人嘅骹起淡薄了立，無伊人。今日我咧 raise 為上個一個 step 安尼伊人跳。安尼 hop 過呢？安尼 hop 過。了。有大咧，我嘛咧，我去嘛 interview 時，伊個物件有講真係行路來，我去買暗咯。了伊個門看，你看到後面門迄個人掉嘅掉 possess 啦。門 because 迄人 possess 伊個 awareness 是無啦 ，most probably 是要 talking to 迄個物件。所以講你看到後面 ，then 伊人物件有講上個 ，for example 看到heavenly guardians 啊，天嘅兵啊，觀象啊。so stack 3 stories high, try to describe surrounded all over 到啲暗嘅位啦，因為我咪你平時你樣到啲暗講經啦，嗱，你鬼啦，咪講垃圾你鬼啊，好無好本好啦，伊樣嚟啥會較似較愛去講經嘅，還是唔加去？唔加去。唔加去。古早嘅時，迄個3節嘅時，叫風頭嘅時，3節嘅時，伊人拼較亂。then 當今 from what 我 understand， 當今嗰時人丟物件嘅時，來我嘅起碼會暗嘅時。迄個人講掠迄個物件了去 one of 伊個 altar， 就是 underworld 嘅，大白字白了，一放嘅落去未？擔計啊，放叫大白字白出來落去咯。了，我會去有當時有大白有來嘅時 ，that means 大白就是underworld 啦，有來伊個生日嘅時，有當時伊有帶物件來看戲阮嘅，然後伊有上個做一個 area 人袂使互入嘅，特別內面有物件，人看了，係是 after that 大白關人家對。So all this observation 啊，我咪你請啥大白來時，伊有請什麼機動來解起嘅，伊個動，對，伊是你想你請大白來時，伊有接人嘅先嘅。大白有接人先啊，這是真係 interesting 這個先。所以有一道我到啲我 that time 時我讀冊到喺 US 啊，during the 90s 了我轉去 summer 嘅時候一道，所以是大白嘅 birthday，然後所以大白坐條後邊看戲，然後伴戲，然後 members 嗰啲坐條後邊甲大白講話，and all these things 啊。So after 伊扮戲了。Because 大白，那 impression， 人講同人話講人 whatever language 人嘅話，所以人 understand 啊。所以講咧，伊叫伊個扮戲嘅人落來，所以叫伊扮戲人落來啊！伊人扮戲人，嗰啲都是一定跳潮州班嘅，伊人講上話一定，所以伊人成個 shy 啊，成 shy， 成歹勢啊。所以大白會甲人講話，伊人歹勢了，大白 first 大白甲人講話福建，福建啊，一定福建，所以人歹勢了時，大白 just try immediately 換去正式上話。
哦，較熱鬧。我對 observe 到啲會是我目睭。即係條隻鏡人真係講上話去啦。伊頂朝時我到啲 Facebook 唔知啷看到，即唔知轉 post，伊做隻起檔嘅啊，伊唔知是起檔是紅光接先啊，伊面無黑黑嘅，你目睭呢變到了，伊無黏，啷看到 Facebook 最近，啷看到？真係你哦，伊目睭呢，安尼變到了，特別伊目睭呢變到無黏掉哦，只1 minute 實在哦。你到這邊行呢，你個裡面手呢，你行去，讓到頂下三成啊，唔知有嘢物件咧，伊手呢寫字哦。我無看到，我唔知是蝦米紅光啊，是蝦米唔知啦。特別伊目睭只記你，我頭看時，我特啲我 phone 嚟看，你在 Facebook 嘅 video 有你是 HD 有你無 HD 嘛？你話你 HD 無turn on 啊，我看到啊，伊目睭白白呢，你黑一點同伊，我想講伊是。我想意思，你即係人看目睭，你畫白色，特別你目睭皮會掉，你畫白色，我咪是成個目睭開掉，特別你目睭是冚掉啦。然後我想講是你嚟，特別我看伊 post 人寫講，伊講真 impressive，寫同人字啊，講唔真 impressive，伊目睭啊無熱掉嘅，你冇去訂 HD 咯，我一看啲目睭真係啊，伊目睭真看啲面嘅是咪？伊目睭，人目睭。車正先時，但係目睭會顛動，你目睭 distract， 你目睭會顛動啊嘛？伊目睭啊，伊攞你 eyeball 成個 solid 呢，有定了呢，伊無想講，咱看面係顛動嘅喎，伊查起啦，你查掉，我無顛動，伊變去，伊目睭無呢查掉嘅幾點啊？我再除唔真係除掉佢哋 Facebook。我再講啊，你接幾時？我接幾時你硬講？我father 有一道那個你有 that time 伊到啲 temple 嘅時有看到伊人請蔥塊啊。蔥塊係咩？你食龜啊？因為我唔知我冇聽過喎。伊就是。蔥塊啊 ，Cantonese 就是蔥塊 ，I don't know what 啷叫。蔥塊啊？伊就是紅光來，特別食龜嘅。哦。了。So，伊人請來嘅時，that particular 紅光伊用香，伊食香嘅。I mean really 食香嘅，伊真食香嘅。特別伊嘅 function， 伊嘅 function 迄個 particular 人講，伊嘅 function 就是伊食龜嘅。哦。所以我father有看到，所以我father有教我講伊嘅我伊看到嘅物件啦。然後 as 我較大漢時我看咯。然後別人咧，別人都會講有蝦米其他龜嘅是公頭刺激物件。我講特別 before 攏講是攏想就是你something one kiss 有真正嘅意思。OK 我係講一個我真奇怪嘅，無小氣。哈哈。甲人講我覺得小氣，阮講含邊嘅嘅。哈。我有一日，頂兩個月數。我含面條我係驚吼，啲崗位嗰隻。哦。啲崗位，我含面條即係啲崗位啦，安尼講嚟啦，無講含面。鹽啦，我係咪冇啦？即係講一啲崗位呢，看到一啲崗位。因為我請嘅時候，我驚叫我請嗰隻。我驚叫我請，我請我，伊甲我講，我係成股膽，你看到隻哦。我係成股膽，我講你撈住是唔是？伊講冇，我冇撈住。你黃一看伊靠，佢咧黃一是冇撈住喎。伊講即係我係成股膽咯，伊講甲我講咯。你我就唔，我就後面就一啲崗位啲水內邊嗰度，伊叫我請哦，我後邊伊叫我請啊，我忘掉嘛，แล้ว伊叫我請，你請我妹，你做咩？你係咪數？伊講我係成個膽，你講，你我看伊靠嘅咧無膽啊，你是流汗啊？嚇？流汗咩？無流汗，伊成個有影無膽。哦，成個無膽，伊成個無膽，本忘掉，未必本忘掉。伊講我係成個膽咯，佢甲我講啊，特別奇怪是講我 connect 到伊咯，就係可能伊是忘掉伊，可能去受水，去崗位嗰時，然後我就是徛喺邊邊甲看伊受水嘅人，
对，以後嚇，我仲答麼？南西啊，你講網嘅故事啊？即我頭講啊，我網條路住咩就？係啊，我哋做咩？我網條。以前冇人嚟隨路就，內晒查某，就你有代志啦，了伊來講人去拜紅光下面了未看，未意咋，所以人嚟隨路被尋常嘅路，你看咧查某一下，你甲伊講。如果若是去拜紅光下面啊，未停啊，我甲這是你去外面你立到下面光頭，你夾入來你厝。變細面皮啊！我聽到你講啊，了反正就了。After that，我困醒了，我未想到。冇事嘛？冇 resolution 啊，冇啊！我起來我忘掉了，我想我唔是南西唔是南西家己嘅代志，我無，所以我無 SMS， 我無去即個路。我心正清講路個累紅個累後生個平安，所以我無去岔路。我忘掉路啦，我忘掉人嚟隨路嚟尋上個路要叫路人，愛叫人。就係伊愛嚟隨我，咪叫人直頭嚟隨我了啦。嗰次看有咩嚇？查某寶嚇，查某寶，歡迎。你話咩鬼？告訴講，查某寶。Hello。特別情節都個後邊解講我考未掉是考未掉嘅啦就。後面嚟，你講咩？而家個後邊掉伊人啦。嚇？我未考就是考未掉了啊。而家那是你個後面個綁掉，解講伊未考就是未考啦。冇啦，我是。查某鬼，係咪知查某鬼？查某寶啦。查某寶。有當時啊，你後面啊，唔是遐哩鬼怪怪嘅物件，你想將物件想甲遮久嘅時間了啊，了你困嘅時啊，你都會後面。所以你參咗物件起來就是。聽講你愛，你物件發生，伊就會發生 in your dream。我咩代志，我想甲南西嘛，這是我啦，有當時啦，我係有當時。我頭晚有一個講聽詞語無合，像你會記嘅鬼告訴你這個另外這是啊，是 from 住住人啊，無相信鬼英國中啊。講你神父嘅厝啊，伊神父甲伊朋友甲伊講伊看到一個 teddy bear 什麼嘢。係你我驚，講看到一個囡仔在啲頂面咧，啲藤仔去，係你我驚。唔知咩什麼囡仔係鬼較驚嘅呀？係啦，看到囡仔係鬼啊！囡仔鬼嘅詞語啊！因為試過係情節啊，因為記袂你頂擺試過個較參加伊個成長嘅 BCC。係嚟點先？你記袂？伊人有講啊，佢成長嘅後邊咧啊，成長嘅後邊就是話成長 SJI 拍運動嘅操波嘅後邊咯。然後我做 scout 嘅時啊，人做 scout 時有會到拜六嘅時人做，實人大條兵真係壞嘛，然後慢慢佢哋嚟傳話是7點8點嘅日，然後到暗了。人講啊，你特擺會聽到，哈你我家己本有聽到啊，你會聽到 baby 喊嘅啊，啲後邊都病，嗰邊問啊有 baby 嘅啊，冇 baby 嘅病。伊好病嘅位啊，前日垃圾嘅，我甲你講，英國講，好病前日垃圾，前日一人啊，大去成長所病啊，就你 Jo Maria 啦，你 Pauline 甲伊翁啊，伊翁伊做谷嘅嘛。
伊人甲了有 even Teresa， 伊人有听到，咱有时伊人会看到物件呀。Teresa 啊，这 Father Daniel 会讲，伊捌看亲眼坐摆了。我會到啊，係你 Joseph 啊 ，Joseph 伊唔是做 Archdeacon 咯，好病 Joseph。冇啦，伊唔是 Archdeacon，伊是 Sacristan 嚟呢。啊 ，Sacristan 成家一個嘅位呢啦。有一個到啊，人哋拍 basketball， 伊個 basketball 噴起。伊個把架噴起那邊，所以即個Peter Gunn去拔起來，伊把架去扣伊個球啊！伊球時，即個死人做出嚟怪走嚟講，you mustn't play， 成家唔是，成家較慘㗎，成家伊驚嗰款啊，成家伊驚物件。Because 嗰邊啊，伊 that area 講伊個有係拍沙邊啊，伊有一個過去成長些嘛，去即個上嘅嘛，嗰邊 that particular patch itself 真正垃圾嘅。哦，所以咪可能佢啲拖病，哦，แล้วอีกว่า人走嘅時候，人淡薄遲啊，淡薄了。大家冇咩對比啦。即係啊，先大家看大鬼講嘅 reaction 啊，對，是人上家人若是錯亂伊啊，伊掛路走啊，個無人嚟聽。伊成個你見那時，你看到老人驚嘅時候，你更加驚嘅啊！你若是見那時，你because 伊知有物件嗰邊，伊咪互人見那條險掉嘛。我相信你看問題啦。But that is a fact。英國講嗰邊 that particular patch 真正垃圾，真正濟人啊看到了。應該聽，你捌聽過冇嘛？你捌聽過伊個 baby 聲 ，baby house？ 哦，我聽到。特別迄邊無可能有成個 baby，因為 baby 擺嚟 residence 有 baby。我唔知啦，就是我唔知，特別嗰邊無 residence 啦，嗰邊無人住啦。貴是呢，是呢 scary， 但是我無錯啦啊。可是我無錯啦 ，based on 我 understand 啦，囡仔貴較健康 reason 啊，你會解 reason 嘅是較健康 reason 啊，但囡仔上個囡仔呢嘛，後班啊 ，obviously，so because of 伊人知就是伊人家己知起航，伊人家己知起航呢。伊比較比較 control 樣個己。whereas 假是上個adult。就人 adult 了人 pass away 就是做鬼啊 whatever， 我知講第，就是講鬼嘅物件咧，第一件就是 water ghost 咯。哦，注意，係咪數咧？係咪數驚？伊人 from based on 這個唔是，這個我這物件個咧，我有 read and all these things 啊。So then yang Taiwanese talk show 香港 talk show 人講 water ghost 伊人就是人 pass away drown 死嘅。So 伊人 so 伊人 medium of movement 就是用 water 嘅。So 假是上個有水。There is no explanation as to whether 你水上個 expel or 係咪 but there is 水 and there is no explanation. There is a possibility water goes on. 你人記知道背講過，伊就過咧叫，講過伊就看落去，伊叫，第一時看到一個人看起來啊，就啲講。你是上個四大背條條呢款。係咯，就是四大背咯。伊去 reservoir 是人哋走來走去，伊過伊個水是伊看落了看到一個邊，看到伊。water ghost 我知咧，就是真正can call deal with。真正can call deal with。我講你聽，我若是死，我若是做鬼啊，我是要做一個曉嘅鬼啊，我要死嘅去做人啊。鹹濕鬼嘅做鹹濕鬼。你咪男主角話，你做下嘅 succubus 加 incubus 啊。不，John 啊，即係上個我大立頭講啊，即係。人若是死着點死啊，去水嘅位啊。即是上家你會叫我，假如講我去 snorkeling 去布勞伯亨店，
但古早我做工点啥，伊无 all the resorts 无去过。你若是去嗰邊，你水伊樣，伊有啥番仔樹一間，你暗暝開過啊，我若是去啊，半暝過了，你聽到啥人家刷休去伊個幫個壁位啊，錯安尼款，捌迄個番仔埔啊，我人睡迄個社里啊，伊有阮我人伊講，你茫驚伊人無來插你誒。即個是伊人點死嘅，伊人去 snorkeling 點死了，伊人來行來要來看啥物新嘅人。我轉來啊，我 offer master 予伊人，แล้ว我個轉去嘅點啥，我入伊個房間，我個解講，我有 offer master 你了，我 pray 予你了，你咪來插我無來插你，我住這邊2暝爾。無刷個索係啊！有，劇點有，但係無呢大聲了。John 啊，你 past few 即係大日頭啊 ，past 有大嘅 episode，你講about 龜 ，and then 龜有 different colour and 係咪咁樣啊？即係物件，我 that time 嗰啲當時我無來啲 recording，所以未 comment。But 其實我無錯啦 ，OK， 即係 based on 我 understanding and 物件我that 我 remember 我 recollection 啦。So I stand to be corrected 啦。可是看到 spirits， 可是 all 咧都是 usually 伊人成個 authoritative figure 嘅 type 嘅。有伊人有 power 嘅，伊人做物件嘅。I mean they have the power to 做物件。That's what 我 understand 啦。แล้วwhy notes 我個 notes 咯。It's just what I know, so that what it's a reminder to mention this to you. That's all. แล้วkasi green 咧就是伊人。Yang jang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co-friendly. From what I understand, kasi green color 就是伊人 sudden death 上個 heart attack suddenly 啦，or do accident, car accident and all these things. 伊人 usually 伊人 appearance 就是 green 嘅。แล้วkasi those that伊人你看到物件，可是迄個物件看到嘅都是紅嘅咧，都是伊 element 啊 ，the element 都是伊有 anger， 有 vengeance。你話不聽？伊人 pass away 時，伊人就 actually 就 murder。所以迄個人就睇死嘅，伊人 pass away， 伊個 appearance 就是紅嘅，有 anger vengeance。แล้วก็สิแปะเลยตัวสิ neutral อ๋ออีหลัง pass away สิอีหลัง pass away due to sickness แล้วเพียง so อีหลัง color type 我不聽過，不過惡食我聽緊阿毛啦，惡食意思就係你係 demonic 嘅，有 authority 嘅，特別人don't get confused you know in terms of like Buddhism 嘛。講甲幾個物件，伊人有 underworld is underworld， then 有 hungry ghost realm 甲 underworld realm 無相嘅啫。then 有大咧就是in terms of Buddhism 啦，the evil side， 伊人有 Asura， 有 hungry ghost， 有 hell realm。hungry ghost 有啊？hungry ghost 就是伊人 ，OK， in terms， 我其實我冇錯啦。伊人 eternally 都是 ，it's always not enough 啦。上個人愛累，上個 the greed of money， 所以伊人去 hungry ghost realm 嘅時 ，they always hunger for money。哦，可是愛 fame， always hunger for fame。แล้ว those 係你 underworld realm 嘅都是 hunger for sex 呢？It's more like a tradition. So that's why 上個人講陰間 underworld， 伊人上個有大伯、二伯，佢哋合法無相。Then all the judges
then骨头 baby. Those are the underworld. Sorry to interrupt, Tolap Tao. I think you mean Taoism rather than Buddhism, isn't it? It's a bit of a mix. There is a cross element there because in Buddhism, we come to see all the different realms. So, the other side to see Ashura, which is the opposite of Deva. Then ilang go underworld, then ilang go hungry ghosts around. Especially Southeast Asian Taoism just Buddhism influence, wouldn't it? Yeah, so it's more a bit of a cross there. So this is all this based on what understanding 讲啦。學騰嚟啊，學騰歡迎學騰。Hello。學騰學到鬼啊，最近嚟講嚟。冇啦。全班第一個學到鬼啊！係。嚟，都學到鬼哦，都學到鬼哦。學到玩啊，學到玩啊。學到鬼啊！真嘅，我咪講唔到。你鬼嘅。鬼啊！就同入頭講追嘅鬼嘅時候，actually 但係我鬼啊，到底時候點唔知接住南西看到。我聽南西有知道有講係我 number one 嗰啲係 area 係 corner 位南西看到攞嚟。我唔是伊看，我看到。我都行起來。我那查某，伊是別人看到，特別伊南西冇看到嘅記。係你是加工看到。哦，加工看到。OK， 不過我講條我的 ghost 南西唔知你看到啊？你想想下，我唔是我的 ghost actually 是特別是關係，但係我較早時我就想到，唔知是較早嘅 topic 嘅是 before 咱 start topic 嘅是，即幾個 topic 是我想到嘅。南西你看到？Oh yeah. Before move to look. Lukong sangka remember Lukong online I think. I think the bell Lukong about paranormal investigator. Ding the bell. I think those Lukong demonic type to see if Lu categorize I would say most probably from the Ashura realm. Oh. But I may be wrong. Of course. I stand to be corrected. 但係南西那時你會看到別見啊，特別我當然我隻 image 嚇，但我是看到伊唔是鬼嘅，是講亂講嘅時，我想到隻 image 是，我細漢嘅時，那時你看到你甲我講下，南西我細漢嘅時，我去一個海沙坡位，我大陣就懵啊嘛，就伊有一海沙坡，伊有一種嘅草啊，就我用去板嚟學 rabbit 食，伊寫多那款嘅heart shape 嘅青青呀你看到啊？你你啊？你是會整嚟做藥嘅？哦是啊，我唔知啦，我唔知係咪炒特別。伊花嘛，伊花是一支。我未。伊花，伊唔是花嚟嘅，伊花是一支嘅，特別伊 consider 是伊花。哦。伊佢花嚟嘅。我落下邊海沙坡啊，伊有嗰啲草，海沙坡一隻起來的，一怪 steep 啦，伊特別是山怪 steep 怪起來。你我細漢嘅時候 feel 到隻怪，隻是隻山，然後我厝人家到啲頂面，然後我就走落去佚佗，我過下面到啲落去佚佗，然後就看到物件鋪掉，你在成個往時有 jellyfish 嘛對哦，你注意到啲注意啊。我買時間整 jellyfish，這時間。但我看到我走入面看到我就斜驚者，就我看到什麼哦？我即係看我唔夠一見啫，我個唔知 ，because 我嗰陣細漢嘅時我唔知4歲是6歲啦。我好像看到啊，伊成個一支嘅手喺入邊鋪掉呢，一支人伊手呢，伊鋪掉了，伊一邊。伊個啱嘅位一邊一隻，到啲 elbow 嘅一隻是無斷起啦。然後有成一條物件，安尼鋪掉有筋嘅是唔知成個，伊淡薄成個隻，我頭成個是 jellyfish 啊 ，because 伊有成 tentacles 嘅款。然後鋪掉，然後時我去看到是講係一支人嘅手，一看實對我啦，成一支人嘅手呢。然後我驚，我直頭撞個白起，不過冇咩起爽嘅電視嗰來，哇白起啊，哇我真驚。還是我唔知個我哥啊，是我只講我特別，我覺見到只我個會記個，我睇是我只細漢特別，我會記我看到自己手啦。是啦，是 jellyfish 嚟啦，係地嚟啦。
你家家 mannequin 的手呢？我就是想講，我頭一道看電視，我是想我是海鐵嚟。海鐵有種借整嘅嘛。我是去看啦，看時我看到伊個arm 嘅 shape 啊，一手嘅 shape。你手我記意大利個安尼，意大利安尼條安尼。都別可能是人嘅手 ，because 伊萬咧抱起來，人嘅手若是站起來，較伊被抱起來，伊掂落去那邊嘅海，因為伊較重較水嘛。特別伊是人嘅手是較重較水嘅。伊是身軀地抱啦，是唔是？身軀有放入邊嘅，所身軀會抱起來嚇。伊唔是抱到起來是因為你若是伊身軀若是潮了，伊身軀潮了，伊做 gas 那邊，所以伊 gas 會抱起來啦。所以你若是 drown 是你那邊水是你若是。有放入邊嘅冷水本嚟抱起來，若是無，安尼看啲物件，你會身軀定掉掂落去入邊嘅海。我講，伊唔是到底 in the middle of the high 抱起來，伊是到底係咧搶起來到底。搶起來啲嘢。所以下面淺呢，還是一點。OK。我看到一條菜膠，特別我 until today 我唔知是正是 body parts， 還是 maybe 把啲 animal 嘅 corpse 或成個別項物件，還是 jellyfish 是我記看到。我看到走去看就驚，我一地驚就是我白去啲一刷就夾流落來。因為厝人無相信你誒。啊，是啊。足奇怪是做咩？你搞落去厝嘅人講特別無人愛猜你，佢無講你講出你去看，到底有可能是老狗嘅手。唔知啊，伊厝無人相信伊 ，because 伊人若是相信伊驚拍會驚伊細漢。啊，可能。你哋所以把路伊嘛是大致上迄個事。我細漢你點解講一年嘛？他那都無講了。特別真係是一個 miss 咗對嚟講係 mystery 嚟。少。有錄下面無啊？咪估我錄下面呢喎。下面特別我會記我是個人講啊，人是無上人講，哎呀無啦。啊，是咯，應該傾無條啲路幫掉，係伊個手會叮當嘅。特別我另外一個我是到啲邊咧表嚟會嘅。等你估。你講若是你講你厝內無人相信你耍啊，但過一陣哦，若是意思若是正是人嘅手，正叫伊喺搶會起來啊，別人會看到有叫嘛啊，你無人回去亂嗰邊嘅啊。唔係喺你邊厝啦，有無唔知啦 ，because 我人是去入邊成日去。喺所鋪喺見，可能唔是我人唔多。แล้ว下邊伊是可能哪來啊？你喺你湖中那邊。但係人新聞就有報嘅。但係我唔知新聞看到無，我唔知啊。Check 到對係幾年嘅新聞？我冇未記啊，是佢。我 check， 但是你嘅 solve mystery 你 check 到是 police records。啊啦。because 人開始有 suspicious 上加有 human remains 啊 ，by law 你都會 report 嘅。對。所以邊啊，你搬唔在搬啊？啲馬來亞嗰啲係動物嘅物件，咁了啊，你若是有人嘅手啊，無條啲錢啦，還是蝦米都會食伊去了啊，伊無了啊，伊無老久嘅啦，伊無老久啲海邊啊。其實來啊。OK， 講你本來曉嘅故事。OK， 等陣 Vivi 話嚟啊，歡迎 Vivi 到啲嘅。Live from Cambodia。到啲得嘞。Cambodia。哇，Vivi 話。誒，等你 Cambodia connection 嘅好佢你八度嘅啫。我想講你 connection 嘅好佢你八度嘅。Unlimited 嘅啊。Unlimited 咧。哇，你笑啊，yang Cambodia 嘅 tourism 好攞用了。冇啦 ，unlimited， malu ka 貴 USD 呢？哦。5 USD 的 unlimited 啦 for 5 days。哦，你笑呀？我講
冇聽到Cambodia冇人咧借 internet 啊，有 internet。對，誒，你Cambodia就只最貴嘅嘛，你學到好貴哦，看啫。會Cambodia有貴嘅，那你看你先出來講，60個係啦，我實都有貴啦，Cambodia 明講啊，你叫咩困先實？我人 wish 人嗬 ，wish 都看到貴啊，你咯唔是？講數碼嘅先，誒，貴。你話你之前咱Cambodia啊，你若是有實在有貴係咪啊？你寫起來會記啊，然後後句個講啊。對，咁你phone翕起來係咪啊？聽你未記啊？我電話 phone， 我愛 share 一個 story。來講。我 share story 啦，我大走了。OK。講。有先。我咧這個是日嘟中學嘅一個故事。日嘟是嘟先啊。嘟是嘟先啊。係。係咪嘟先？嘟先。你冇嘟先啊？嘟先啊，咪是想咧。OK， 來日嘟。OK， แล้วอีนี่หออีสีในควันแล้วอุจจาระนี่อีตัวที่ join กับแคม join อีหลังไอ้ school 嘅 camping 咯แล้ว happen that 咧อี這個雜務咧要卡頓南部啦แล้วรู้ใจ啦佢哋就講佢哋 uniform 嘅 society 啊所以伊人要求就管嘅嘛所以你就講 marching 啊你做了無啱嘛係咪伊人就叫 senior就叫แม่嘛叫แล้วแม่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จะแค่จับนี่อีกระตุนเนี่ยนี่จะเบตาหันนั่นเดียวเบตาหัน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อีจะ講 afternoon อะไรคนอีเดียวแม่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จะ講แล้วevening ไอจับปุญญาสีจะบอกไอจับปุญญาสีอีหลังจะบอกที่注意啊รู้จักแล้วก็ได้ทำมาที่จับปุญญา咯จับปุญญาหอแล้วไปเอาโอเคแล้วจะไปเหตุการณ์แล้วก็แล้วจะไปอันจะ講下集合到佢哋操場嘅位咯，แล้ว算來算去檢一人哦，แล้ว檢一人啊，แล้วก็嚟發現到講哦，佢哋斷嘅佢一間雜貨，就走就落去啊喎，冇落去喎，แล้ว伊人嘛緊張啊，死啊啦，唔知是唔是頭先命伊แล้ว伊不รู้唔知頭走啊定咩啊你看，แล้ว伊人嘛跪死嘅去捶伊咯，跪死嘅捶伊捶แล้ว嗬，แล้ว就發現到講，誒。像有聽到人吼，一個查某吼嘅聲，到佢哋日文嘅會傳來。哦，啲人咪驚去咯，驚去啊！嗬，咁佢哋人話講啊，誒出來啊，咪吼了，你做咩啊？你看，即係一個是少講點樣去吼嘅喎，一內人去嘅嘛，內人就白聽到聲嘅物件。佢講一出來啦，แล้ว一個是少個啲口แล้วจะ清楚，แล้ว佢เอา那時一人被單啊嘛，嗬，แล้ว嘛入去，行入去啦，嗬，一開門嗬，開門一toilet啊，一toilet有一個門是冚掉嘅，แล้ว一聲就 from 裏邊出來嘅，แล้ว開啊嗬，裏邊冇人嘅喎，แล้ว佢เอา那時嗬，แล้ว一人嘛就聽驚咯，嘛驚嘛。走咧短期操場嘅時喎，嗬，你雜寶就出現了喎，你斷嘅雜寶出現了喎，แล้ว伊人就問伊講，你跌大路，哦，伊講冇，伊頭先伊條命啊，แล้ว伊極閃啊，嗬，แล้ว伊個極人走去 staircase 位地掉啦，直啦，แล้ว就困去喎。哦，แล้ว你聲人吼嘅聲是蝦米啊？แล้ว伊就冇去就交 toilet 嘛，แล้ว嘛即個代誌嘛知到啦嗬，แล้ว嘛加 school 嘅嘛加 school 講啊咯，แล้ว講啦嗬，แล้ว伊人應該是有真正坐到安尼款嘅傳聞啊啦，แล้ว發生過啊啦，แล้ว會有伊校長呢的伊校長就加伊董事長，伊人嗰邊嘅 board of director 去成日講尋常咯，แล้ว佢哋 board of director 就叫細鋼嚟，就講愛解決咯。哦，แล้ว佢哋細鋼呢可就ขี่佢哋袋甩那邊咯。แล้วอีก講，即係嗰個細鋼，一個雜寶係貴。哦。
特別呢嗬，伊講啊，伊無愛走，伊講伊若是講你若愛超度，伊愛互伊走咧。特別有一個人定老血，咧伊個咁運。喲，定老血。嚇，特別見血啦，特別見血啦嗬，咧伊個咁運走，แล้ว是講了呢嗬，伊董事長嗬無，伊董事長嗬即。because 伊人會都知，咱中學嘅toilet較濟是到邊啊，樓梯嘅邊啊係嘛？แล้ว伊董事長嗬，唔知安怎嗬，家己滑落去，滾落去樓梯，แล้ว伊頭啊冚落去。喲，伊樓梯，哦，驚喂！我哋後尾有人殺伊，講哎呀，橫掂嗰時一人流血咗殺伊。一冚到邊咧，咪流血咯。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เชียร์咯แล้ว冇事啊แล้วค่ะแล้วอีใส่กองก็嚟做可以係發數แล้วเหรอแล้ว係大寶龜加寶兒咯嚇อันนั้นควัน大寶龜啊唔是雜寶龜咩大寶龜啊雜寶แล้วก็จะ大寶龜雜寶แล้วก็จะ係我等嘅本แล้วอีหลัง是อันนั้นควันอี這裡是用檳榔嘅學堂啊啦，檳榔嘅啦，我唔知是到一個學堂啦。แล้วอี時อันนี้佢一兩本是做 camp 咯，一兩本是做 camp。แล้ว做咧嗬，แล้ว一兩都就係講佢哋 AJK 啊，一兩個แล้ว唔是特別正期學堂做準備咯，對哦。แล้ว一兩咪去啊3K人去定咯。แล้วอี主事啊，副主事啊，你看，一時แล้วอี就準備掉啊時，แล้ว有一間人咧，伊就講哦，我愛去 toilet，แล้ว伊就咪去 toilet 咯，แล้ว去啊嗬，แล้ว這邊伊去無久呢嗬，伊 friend 就燒掉，係內人啦，佢主事咧嗬就燒掉一個 message SMS。แล้ว就解講，你ทำอะไร叫ว่าในควันtoilet 嘅位嘛，และ講ทำอะไร叫ว่าแล้วเวลานั้นสิอีหลัง就去吹咯，去位是去吹啊 toilet ก็冇人喎 suddenly 冇人去哦，แล้ว去แล้วอีหลัง嘛一邊講啊一邊吹咯，吹得吹冇喎。แล้ว特別一 message 係啲響嗰隻哦，啲響講啊，你嚟叫啊，你講咯。แล้วอีหลัง冇辦法แล้วมา對อีหลัง講全部咧可成對去，佢哋 glass 會佢集合成我看伊唔知有對去 glass 點做 because 全部嘛。แล้ว一去個 glass 時候，佢哋人坐掉佢變咗咯。哎呦！你明白哦？佢哋講去 toilet 嘅人啊，就對嚟咧喎，就 already 坐掉佢變咗。哇！一坐掉佢邊啊，咧伊人咪起哄啊咯，咪講嘢咯。because 即個物件伊發生真係咩 ，which means that 伊 message 個直響嗰時呢，伊就一邊行，伊就一邊響一邊行對去 glass 掉。แล้ว the thing แล้ว佢哋人 already 坐到 glass 嘛，แล้ว伊就問講啊，喂，你 send 安尼款啊無聊嘅物件嚟做咩安尼款？你講第時有 send。哦，原來冇新掉嘅。假如電話看咯，啲電話裏邊冇喎。哦。但特別你想看嗬 ，because 呢個物件是連鎖發生嘅嘛。你already 愛行到嗰啲 class 時，伊 message 嗰時是響掉啦。你講伊 delete 掉，伊有可能安尼咩？你 send out a message exactly 掉嘅嘛。你明白喎？嚇，那所以人就遲疑啊咯，遲疑啊，伊人嚟講啊，唔要緊啦，冇事啊啦，你講咯 ，OK。แล้วจะโจ้อะแล้วลูกปังเศร้าอีเฟกต์เอาจอนแม่สิmusic อ่ะอาจจะ music อันนี้อันนี้อะไร music กินน้ำตาสีละวิวว่าเป็นกินน้ำ because ตัวที่ hotel ใช่ไหมนี่เสียวล่ะว่าที่แกรอพูดที่แกรอว่าจะใจแกรอแล้วก็ไลฟ์แกรอฟี我只是每路有天啊，跌到放生一劈咯。中午我都剛轉到來的，問他一下。我對物件呢？我聽到見到聲，每路看是鬼嘅是人。
哦，唔是啦，你笑啦，人嚟啦。sorry， 聊啊。我聽到是有咯，而家嘛做 activity 做啊嗬。我冇聽到烏啊。我冇聽到。我不啦，烏是我嚟啦，烏是我放手嚟，我放手。我放了咯。啊，就我個放你烏先。你講啊。冇啊，這邊冇聽到。冇啊，我冇聽到。我有聽到。哦，係，會啊。嚟講。แล้วโอเคก็อาแม่สิอ่ะ咯อีหลังมา做 activity อ่ะ咯แล้วอีหลังจะเป็นถ่ายอ่ะ because อีจะสิจะจิตโปเอวางจิตโปเอจะ activity โอเคแล้วอีหลังสิจะ講做 reporter 啊ในควัน所以啦，咪俾佢報告先，成日講佢採訪啊，佢 report 啊，แล้ว佢寫就係講 ，OK， 一人做一個就係講謀殺案嘅線啊，你講啦，謀殺線啊，嗬，แล้ว你做記者你特別去，แล้ว你特別訪問啊，你特別去寫嘢物件嘅，แล้ว攞嘢啲係咪啊？對佢 place 會寫咯 ，OK。แล้วอีหลังโจทย์เลยอีหลังโจทย์เลยนี่สีกองเดี่ยวอ่ำสีแล้วอีหลังตะแกโปจ้าเลยแล้วแห่เลยแกทำหมอในควันนี่แล้วตะเดี่ยวแล้วแล้วก็可以清硬食嘅衫可以清硬食嘅衫掉到紅絲一邊แล้ว話起來咪就เดี่ยวอ่ำในควัน咯 OK แล้วอีหลัง就啱咩點寫啦哦佢暫時 activity 會曬過是 AJK เนี่ย AJK ที่ prepare แล้ว正做咧嗬แล้วอีหลัง就去幫隻對來那時แล้ว幫隻對來那時นี่嗬有一個查某伊就愛倒轉去迄個 class 位愛個再 continue 伊工課啦嘛แล้ว伊講嗬伊一開門爾啦迄個頭啊佢哋講掉到紅頭啊，一冰過來都，冰過來啊，是隻人嘅面嚟喎，是隻人嘅面嚟喎，แล้ว伊咪講啦你看講喎，講啊，嗰啲人同佢講佢咪數咯，แล้ว就調查驚嘛，伊講佢哋掉暗嘅你眼光啊，เป็น人嘅面氣啊，你講，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อี有一間呢，伊是有陰陽眼嘅，所以看得肥嘅，所以嘛對調佢哋主視嗬，做隻氣哦，大打本啦，一氣啊嗬，一直開門啦嗬，แล้ว佢哋有陰陽眼咧，一直掉掛住咧嗬，แล้ว閃開都滯哦，แล้ว佢哋主視嘅門講係咪數，即係講冇，佢直接硬。情硬食晒鬼嗬，背出去啊！哦，即開門啊，是背出去啊！哦，即係燒咩就穿嚟背入嚟啊！係，你看背出去啊，背出去啊！แล้ว就行咯，แล้วไปอ่านสิ佢哋大人ก็แล้ว嚟แล้วมา佢哋 office 佢哋人嚟แล้ว嗬，แล้ว講哎呀買架好啦，แล้ว就偷掉咯，偷掉แล้ว咧硬晒嘅去燒掉。哦。即係上面學燈嘅，下面學燈嚟，到一邊學燈。伊唔是學燈啦，伊是報紙館做嘅。伊是到學燈，但係伊到一個學燈我未記啊。但是唔是到啲學燈嘅 ，is nearby the neighborhood 伊人 ，what are you doing 伊人嚟看。係啦嚇 ，maybe 咯。你嘅 frequency cross 掉，你別使你看到唔見。我聽人講啊，像個你穿啊紅衫，嗰是只 striking 嘅 color 嘅啦 ，dress 啊，嗰是咩？แล้ว伊啦，你物件是個看，是個貴啊，紅鞋啊，紅衫。一條呢？啊，是啊，即係穿紅衫係。是啦。係啦，我了 after 聽到唔敢穿啊。唔敢買紅衫嘅。紅嘅地區。ang Halo Koy. But utale sangka say this is hypothetical lah. Okay, this is a hypothetical scenario 啦，唔是真啦。所以we 話講有
調到啲 room 嘅人調暗時，有大家想個迄個位 that location actually 就是有一個人 probably 調暗時了有人都好去做 reenact the whole scenario 嘅時，you know, it appear 啦。我不知。So there is several possibilities. 有一個就是 in the neighborhood。有大個就是有 another scenario 就是you reenact the whole scene。So that's why 迄個物件過先要it appear。trigger 一條我有看到咧，像你 ghost investigation 咧，像 sometimes 你 reenact 伊個先啊，所以成個做伊成日一鬼，成日講一丟鬼物件啊，是人睇嘅，是咪咧？reenact 伊個先嘅時候，伊成日做伊鬼嚟得對人咯。Because 有到你 episode 到啲怪後，伊人有講話伊個師傅有講過 my reenact 最物件，伊人會來。係啊，佢有條路啊。我有一個。我聽。我唔知有捌講過啦。你講。你唔我成走成。你唔入嚟啊？嚇？要食嚇？含隻鬼 ，OK， 感謝，咁好啲啊，拜拜。拜拜。我有影響，拜拜。嚇 ，OK， 拜。你我聽。嚇，有一個我唔知有捌講過哦，伊一個係stage drama 安尼款嘅啦。嗰啲台灣嘟檳榔嘅位嘅，嚇，台灣嘟，就冇分別，台灣嘟檳榔就冇分別，下架了出來啊，計一個嘟呢。你係記古早有一個係你 case 講有一個係你查某囡仔和伊個係你 stepfather 啊。哦，睇先啊，啲到啲 back 位嚇。係你囡仔嘅。伊係你 stage play 有一個學生入來做你知哦，然後做甲真像你知哦，所以伊 starting 咧吼是伊 music 啥，就咱看咧大病戲咧，篤篤篤篤篤安尼款嘅聲你知哦，所以伊 starting 伊 opening 咧吼是上甲一樣係你話嘅人安尼款啊，你陰間嘅人安尼款嘅你知哦，所以伊在 start 嘅時篤篤篤是伊要 start 開個燈嘛吼。未開去喎，然後我覺得我 stop 去，我看做咩算呢？然後伊係你 host 講，伊講technical 嘅 problem，然後佢 OK 咯，佢再來過，佢再篤篤篤，佢再未開喎，然後就個第三道無法咧，用 manually 開用手去拖伊係你個燈數。頭整個了無問題，你知哦，別你 act 嘅時，嗰個一直嚟 act 嘅時啊，有問題，你樣做真像真嘅你。哦，我捌聽過，我捌看新聞，就是大陸有報告的本啊。所以我到嗰邊 live 嘅會看是有呢隻，有魔鬼場咯。你無？你無成日看一半時，你感覺你卡人幫你卡。無啦，特別一樣 effect 啊，一樣 sound effect 有呢真 real。我看嗰個電視機啊，嗰個 documentary 嘅節目啊，一樣美國是唔是？美國是唔是樣有嚟 case 哦？樣未去解啊？伊說乜打伊人 investigate video 嘅嗬。樣是唔是請細啲伊人去看？有咧，我哋點嘅哦。有咧有，特別有咧伊人咪講 about。I disclose 啦。伊人有請嘅，有請嘅嘛？是唔是？是唔是伊人你請伊人 on the public announcement 伊人咪講嘅。特別即電視機即節目樣是做緊了伊人安全去係咪喎 ？investigate 嘅喎，用這樣細啲伊人。有咧。我看過台灣有。伊 case 成日是 totally 未解咧，還是樣是去報看，安尼看咯。X-file。台灣我看過一個嗬，就是迄個馬達嗬，樣特別愛推迄個 body 啊。講迄個查某囡仔睇，parents and then the body parts everywhere。迄個伊個 parents actually 有去問大伯，你 I think 怪談有講，伊人去問。我有看，係你我有看。大伯講，即個物件袂使 interfere。
是咩？伊呀，你泰國咁樣，學叫佢啊，你泰國咁樣，伊兩條嘅。啊 ，because 迄個 particular 機動跳嘅大白我知。哦，你捌伊啊？哦。喂，迄個我知啦，即係 details 我咪講啦，我咪 comment 到乜嘢，比迄個 particular 機動我知。So 迄個怪胎伊人 film，so happen film 嘅時候實，喂，伊人 film 一個啊 ，film 一間啊，然後看 ，so 迄個大白伊講嘅有 credibility 嘅 ，that particular one 有 credibility，so 迄個大白講嘅物件 I believe because 我捌 encounter 一個 particular 大白個。哦。so 大白講出嚟就是government 呢，伊人應該伊人知伊嘅物件，甲咱到底到特別伊人袂使講 ，because government 袂使 interfere。係咪 government 袂使 interfere？有搭項，伊人是講袂使 interfere government 嘅物件，是 government 袂使 interfere。有搭啲物件 ，there are certain laws from what I understand 啦 ，OK。even 上個有物件，每人講 for help and all this，有搭項物件袂 interfere。我哋是講伊人應該袂 interfere 咧。not just 應該有搭咧，你去問上個those the good side one 啊，講啦 the good side，伊人有搭伊人有 certain rules，伊人對，伊成有搭啲物件伊人袂做嘅。So look if you go to the other side 誒，去問所以伊人袂做嘅。So this particular one, I remember that episode 喺度大白講伊被甲你講啲物件對咯 ，because 這就是 under investigation 度。So that one 我因為在攞嘅樣。because 我捌 encounter 這個 particular 大白嘅。誒，咱咪小蛋啊，一點半鐘啊。我講其實我看一個 TV program 啊，是台灣嘅真久嘅。伊是講有一個查某啊，失蹤咗哦，佇迄個山內面失蹤。所以話伊樣幾若日吼，伊個點吼直直找咗咗，直直迄個山位找袂到伊個 body， 找袂到一間查某。然後伊所以 happen after 幾日吼，要顧伊頂馬有頂馬達車咧，嗰時佇找啦，樣坐條迄頂車去找。然後咁咧為找過了嘅actually，然後suddenly 迄頂樣坐迄頂馬達車吼，樣過鬧嘛。迄頂馬達車歹佇一個位咗，歹佇山頂嘅一個位內面啊。然後歹佇迄個位車袂行嘛，你人講 OK 啦，啊，這邊甲找看覓啦，伊個body有影是佇邊甲找到咗。哦。啊，伊樣找了真啊濟日了找袂到，然後suddenly一件迄日吼，安尼講迄頂馬達車就歹佇一個位。然後講 OK， 歹了嘛袂行啦，啊，佇這邊甲找看覓先咯。讓落去山，因為伊行山路，伊邊仔是山了嘛，所以伊就行落山去找個啦。有影是伊找到伊個 body 是佇迄邊甲。有搭咧，就是都會單點聲。單點聲 ，that means OK，a simple example 就是。上個你愛一個物件 ，not necessarily 你當今會談嘅，你都會等嘅。There will be a time that that time 到點先到嘅時，你才會談嘅。我點樣看羅馬班長甲即個查某婆講嘅吧，要到別行我要聽。昨晚我嘅爸嘅朋友來買大去巴杜芬里遐邊嘅。讓迄邊收到香港到落巴行有一個保姆吼，無小心做破一個行啊，後來一個囡仔鬼個了，伊囡仔走出來，了去三十八個啦。我當最近攏嘛，然後佢去用保姆遐邊收伊個囡仔鬼個了。所以你是講到落巴下面有一個保姆無小心拍壞，伊硬啦面底條囡仔鬼，當伊囡仔鬼走出來個了，俾囡仔kindergarten嘅鬼走出來個了。似係個了啦，巴魯發生嘅。讓邊無小心似囡仔鬼咁走出來，巴魯發生嘅，咁讓巴魯去被收到對囡仔鬼個了啦，所以最近啊，無最近，讓巴魯讓找保姆個了啊。啊邊甘幫嘅去收嘅囡仔鬼個了，啊無伊出去請插亂人啊、嚇人啊，咁樣嘛，所以最呢隻幾點整呢？
前一日呢，张辉。แล้วตัวตลบหาลังคาสิจิบ่唔知 I think 有冇有聽到啊？歌下邊個咧轟動啊，不如。好寫。特別伊個 clear story 我唔知啊，伊人怎學伊走出來啊？是做咩啊？我一個唔清楚啊，佢但我是聽人講我走出來啊。ตัว立頭講咩？ John, lu tamak just cross my memory by baru ikin. Lu kong utale ui to si problematic spots lang tanjo to kong ho penya. Lu because lu to tanjo bunga lu shucai. So lang tanjo to kong ho penya. Hale Caltex station hale lu cai wa kong to le uyo. 在。講你邊邊咩 club 對邊啊？唔是。Hawking Terrace。Okay, 咱當做度講咗，愛去 Sunrise 時，嗰邊有一個 Caltex station 嘅。你 Starbucks 嚟啊？是我唔知啦，我全部冇對啊，我。The Caltex station during the Hawking Terrace 嘅 Jalan Tanjung Tokong at the junction. Those timeline 啊，但係我就未去喎，Caltex 有一個 Caltex station 嘅。對，我知大日頭我知到咯。聽咯，但係我不知嗱，政治教我講佢個白臉。你知當中多講啊？我知啊。你識得到底當中多講會去 Sunrise 到底多少邊嘅嚇？正少邊，你若是當中多講要去 Sunrise is the Caltex station or 對面是 Starbucks 啊？冇啦，佢哋點聲大日頭你講是 about OK， 幾幾年呢？我講是唔是？都會去 Sunrise 嘛，是唔是？所以你行 towards Sunrise direction 啊，嗰啲單咗度講嘅 road 啊。On your left 就是珠山嘛。珠山啊，對，珠山變咗 Starbucks 啊嘛。珠山咧，你去行個 towards， 你行 you walk further， you move more towards Sunrise. So once you pass through Sun, 到啲 left, you move forward a bit more.On your right side， 我就係東京咪是有 Starbucks 嘅咯，對面啦。哎呀，我 Hawking Terrace 啦。我咪哪知？因為咪 Indian， 啊咪一個另外隻阿邊，因為咪見對面攏在特別靚啦，鵝湯鵝湯係咧。Anyway，我咪在得嚟，一車。So 係咧 Caltex 嘅事，係咧點先？我到啲本來嘅事，等於我細漢嘅事，所以 John 細漢嘅事 almost the same time。係你講咗伊人，我係發到講係你講咗個 problem 嘅。我覺得另外一個 problem 係 Union 嘅咪high school 嘅。Yes，Union 嘅 high school 嘅 problem。特別對 accident，叫我俾小單啦，等陣1 hour 40 minutes 啊。今時各位聽就是聽歡迎兩嚟跳人幾個數即係禮拜我嘅特別嘉賓咧，就是同埋邊個講嘅幾紅破嘅，囡仔幾多出來了，班長咁時啊，然後個阿涵咁時情紅幾個隊，然後個招清同埋招清加你錯飲，唔是錯飲。係咁我冇講就貴咯，講就貴有啊。有啊，錯飲講你講 Leaf Garden 嘅對，講 Leaf Garden 嘅對。然後個有南西咯，南西感謝南西。拜拜。然後個有雜寶寶感謝，雜寶寶都到六百行嘅。冇啦。我就發係，我想都度到六行，原來佢係除咗，有一個青枝咁成。拜拜。我肯定係sleepy tooth。拜拜。有一個 BB 爸爸咯，同埋嚟有一個波浪曬，今次波浪曬。拜拜。有一個大粒頭。拜拜。拜日嗰陣我就是要講佢一走嘢啊噃。英國中。聽就聽，等禮拜過來就會聽新聊天，拜拜。馬路是咩？馬路是講咩？票。
嚇見招？超標啦，見招。見招。亂講見，我係講見。Done. Yes, yes. I think what we have to go already. Okay. Look, graduation 啊。冇啦。我讀齊了。你 Lu graduation 啊，我講馬蘭。Student OK，感謝啊，拜拜。拜拜。OK。我能冇做。安裝。數我做過我，會到做行數。行數啊？嚇，行數。行數係咩數？行數啦，下面講行數啦。行數啊。佢行數，看你講到標度行數啊。行數啊，我係咪睇行數嗬？送本我嘅特別。對，OK，我寫起來誒，我就頭先係咪行數咁配？行數啊！點解佢冇來咧？行數？你困了，意思就冇。OK，等我寫起來成嘅 topic。係咯，行數，知道你差唔多。行數。John。喂。錯噶。阿妹。咩數？來，一下。Kalau kau mau ni. 哈？有咩？講下面。幫我簽名，簽名，幫我簽名，我按功夫。哦，你係按。垃圾。得咯。凊彩你話 everywhere。你是講我轉去試下，咪你轉去試下，會使。你去到而家，你是唔是去迄個？對時啊，特別你咪真係我簽。會使。你。我甲阿龍爺。阿龍爺係哦。我哋咗聽到，我聽你去 shopping 嘅嗬，我哋聽到我家姐嗰個就衝回去啊。好，會使，你簽得咯，我簽你卡全面條你簽。特別無地，我甲切號嘅。哦，白嘅了啊！我甲切號嘅啊。哦。條西叫我浪崩啫。條西講嗰個另外一個 topic 嘅小落來叫念招。念招 OK。แล้ว這個是吊招班嘅哪一個 poster？哈，你去嘅啦，我看到係實在係紅色。你吊招班嘅。下面招班哈，招會。我叫平記嘅。哦，你冇去看咧？陶藝館啊。福建咧，有一出新嘅福建嘅戲啊，叫做咩當今是做掉啊，南西仔嘛，南西即當今是做掉到啲檳榔北會做掉一個福建嘅。檳榔北啊？咁樣去看啊？以前嘅。一個查某一個大波嘛，是唔是？對啦，唔知咩叫阿哥啊，係咪？佢哋有隻成阿龍坤了。叫開放夫妻。開放夫妻。Jeffrey 梁啊。開放夫妻。對啊。是查某一個大波嘅。OK， 我去看，我去看，我去看。我是我親戚來嘅。我當今去幫助者咯，我開新嘅 topic 啊。你去開新 topic 先。我開新 topic 啊，我去幫助。然後讓住來整手錶呀，一起看手錶。拜拜。OK。很屌，拜拜。